伫淡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理事长议员蔡小薇、理事长詹俊林等人见证，市政顾问徐修泽伫去年7月拄捐100万予社会救助金专户，上午再次捐出100万，伊强调做善事是伊上大心愿，有生之年伊会每一档拢捐。今仔有100万，我来做善事是我最大的愿望安尼吼，爱当来多来为社会吼。来奉献安尼吼，来关照这公益安尼吼，互社会当来温祥和祥安尼吼，创造社会吼各角落安尼。市长面对台南出徐修泽这位善者，相当感动，嘛，互咱成为友爱城市。咱昨看到一个高雄一个医生，甲伊所得一半，甲伊的遗产全部拢寄付予这个平湖的这个民众来看病。咱今仔日阁看到咱台南的市民，咱的徐修泽先生来甲这个社会需要关怀的人来帮忙，咱嘛真感谢咱台南市好人好事协会咱的创会黄理事长，甲咱的黄荣誉理事长，因甲徐先生共款共同来为这个社会做付出。咱社会其实台南市是一个有爱的城市这个街头巷尾拢有足侪充满了爱心的人来去帮助人，我想这点是代表台南市188万市民来向咱徐修泽先生以及咱的好人好事协会来致上最高的敬意甲谢意。消局表示，去年100万的善款用伫弱势民众的房屋征收甲电气设备的更新，今年才会好好用伫弱势离校的医疗救护。在去年的时候也是捐了100万给我们社会局，那我们重做一个弱势家庭修缮的一个费用，一个经费的支出。这对于一个弱势家庭，他在家里面环境需要整理的时候，而没有经费来处理的时候，被这笔经费的话，真的是对这些弱势的家庭的这种住宅修缮是非常重要的啦。那今年他现在1月份呢，又提出了100万，然后又捐给社会局。这一笔款项呢，我们会希望说把它放在儿少关怀的部分，因为今年的这个寒冬的部分有些弱势的家庭呢，对儿童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关怀来给这个弱势儿童呢更大的一个协助。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善款呢，有这么热心，那我们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呢，好好的来运用善用这笔善款。捐款人徐修泽会中电导对市长甲贵宾一声一声的感谢，嘛，互人感受伊发自内心对社会感恩，要来回馈。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